醒下啦，課金人，你買緊嘅係支持，定係一場用錢堆砌出嚟嘅虛榮幻覺？唔知由幾時開始，打開 Facebook、YouTube 或者各個直播平台，網絡世界變成了一個大型的拍賣場同大型賭場。最令人頂唔順嘅係好多主播 KOL 已經將直播變成了一套純熟嘅吸金公式。你丟一筆錢落去，佢就停低手頭上嘅正經事，專登喺直播裏面大聲讀出你個名字，然後對住你刻意稱讚、讚美幾句，營造一種好似同你特別親密、好崇拜你嘅氣氛。老實講，呢啲咁刻意用讀名字同讚美嚟課金嘅行為，真係睇到人好肉酸。好多大人甚至心智未成熟嘅小朋友，就係咁樣一步一步踩入去呢個虛榮陷阱，喺現實生活裏面活得壓抑、孤獨、冇存在感。只要喺網上按一個鍵，面部識別閃一下，幾百、幾千甚至幾萬蚊扣咗過去，就可以換嚟主播5分鐘嘅特權陪伴同讚美。有啲主播仲會玩反向操作，口中講句唔好意思收你咁多，唔好再課啦，睇就得。結果班粉絲反而變本加厲，越課越瘋狂。醒下啦，你以為你買到嘅係真感情？其實你只係喺大腦分泌廉價多巴胺嘅時候，用真金白銀去餵養自己嘅空虛。一旦你將信用卡刷爆，或者你停咗唔課金，你就會發現佢哋嘅熱情同讚美瞬間冷卻，你又會被打回原形。支持一個人根本唔需要用呢種扭曲嘅方式。我自己都有課金，我課金俾梁奕婷 Edith， 因為佢喺直播裏面講嘅資訊、分析同信息真係好實實在在，對我好大幫助。最令我欣賞、最敬佩嘅係 Edith 做直播從來都唔會主動要求人哋課金，佢每次都只係好真心咁同大家講，希望大家將直播嘅廣告睇完佢，就算係對佢最大嘅支持同回報。呢種先至係真正用心做內容、尊重觀眾、不驕不躁嘅清流。比起嗰啲開口閉口要人送禮物、靠讀名字讚美嚟討好粉絲嘅主播，Edith 嘅人品同態度真係高下立判。科技進步，通訊發達，本來係想拉近人與人之間嘅距離，但依家嘅演算法同吸金文化，反而將孤獨同虛榮包裝成明碼實價嘅商品，令人迷失，連最基本嘅返璞歸真、見面飲茶食飯嘅人情味都冇埋。課金唔係罪，但請將你的金錢同尊重留俾真正做實事、有實力、唔會利用你虛榮心嘅創作者。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沉迷緊呢種讀名讚美嘅虛擬幻覺，請你將呢篇文章分享俾佢，一棒敲醒佢。豬貓 Wendy、謝慧妍，前有線球彩台主持、YouTuber， 在直播中遇過粉絲熱情課金 Super Chat 贊助，而他也曾公開表示過不想為了課金而開台。主播叫大家不要課，觀眾反而變本加厲越課越多的現象，在直播心理學上被稱為反向操作與主奴關係倒錯。這不單是小女孩會中招，大人的沉迷程度和背後的心理黑洞，往往比小孩更深、更瘋狂。虛榮與心理陷阱。